哇！多謝敬拜樂隊，感謝你哋。晚安，好高興同大家一齊喺呢度。多謝你哋歡迎我嚟到你哋呢個美麗嘅國家荷蘭。好高興嚟到呢度。我哋星期二就喺呢度㗎喇。順便講，呢個係錄影嘅崇拜，所以今晚嘅崇拜呢會喺世界各地播出嘅。所以收睇嘅朋友會喺香港啦、美國啦、歐洲各地嘅，仲有部分非洲國家同埋澳洲。所以感謝你今晚能夠同我哋一齊嚟到呢一度參與呢個福音盛會，所以非常感謝。首先我想同你講，點解我喺呢一度？我點解喺呢度？我講你知啊，我中意荷蘭嘅嘢有好多㗎。我中意你哋嘅單車啦，你哋嘅基建啦，我中意有迴旋處。喺美國冇太多嘅迴旋處嘅，但係我嚟呢度唔係為咗呢啲，唔係為咗食焦糖餅，好美味啊吓！我尋日食咗焦糖餅雪糕，好好食，比我想象嘅更加好。我嚟呢度唔係為咗食焦糖餅雪糕。我今日參觀咗鬱金香節，我哋睇咗風車，嚟咗萊頓、阿姆斯特丹同埋國家博物館。但係我哋嚟呢度唔係為咗呢啲原因嘅。我係離開自己嘅教會嚟呢度同你喺一齊嘅，離開自己嘅國家同埋一半嘅家人，我嚟呢度同你一齊。你亦都一樣，亦都係你可以做其他嘢嘅時候，你可能係留低咗一啲朋友，可能你冇去參加重要嘅約會，可能你冇去做一啲事、一項工作，可能你放棄咗在生時嘅寶貴時間嚟到呢一度。我哋點解相聚喺呢度呢？我盼望係呢一啲重大嘅事情。你離開呢度嘅時候會帶着神嘅話語，神嘅一句說話能夠改變你嘅一生。我希望今日你能夠得咗一個意念，呢個就係我今日想你做嘅。我要你今日要得咗一個意念，你緊緊把握，佢會改變你嘅人生。你會為我咁樣做嗎？好好，首先我嚟講講乜嘢係不是盼望。呢次嘅主題係盼望。等我話你知乜嘢唔係盼望啊？聖經所講嘅盼望唔係咁樣嘅。好多人話盼望有一日我能夠結婚。有啲人話盼望我嘅婚姻能夠更加美滿。你已經結婚，但係你唔中意，你盼望婚姻變得更加好。有啲人話我盼望有一日能夠寫書，我盼望有一日能夠創業，我盼有一日能夠讀大學，我盼望人生中有一日能夠成就大事。但係呢啲全部都僅僅係盼望。我要話你知，呢啲唔係聖經中所講嘅盼望，微不足道嘅，真係。以下先至係聖經所講嘅盼望。聖經中嘅盼望希臘文係Elpis， 但係有一個 P，Elpis 意思係預期或者去歡迎，甚至或者更加好嘅係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。如果你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，咁就係聖經嘅盼望啦。係咪好有意思呢？我舉個例子俾你啊。如果你打算今朝早或者聽日去搭巴士，你決定企喺行人路上邊，隨便一條路喺隨意嘅時間，指望有一架巴士停低落嚟接你，嗰個唔係聖經嘅盼望。但係好多人咁樣做，為咗去實現夢想同目標。以下係點樣令到巴士嚟接你？你睇文字，文字係咁樣寫嘅：有巴士將於某時喺某車站停。當你睇咗所寫嘅內容之後，你去巴士將會停站嘅地方，特別如果你係喺荷蘭，巴士就會出現。阿門。呢個就係聖經嘅盼望啦。你見到已經寫低咗落嚟，你相信，然後你就去。點解稱之為盼望而唔係信心呢？我話你知原因啦。你唔會知道巴士嘅顏色嘅，佢可能遲2分鐘或者早2分鐘到站。你可能唔知道係空車定係滿車，或者係咪有空位坐，你或者要企喺度。但係你知道佢即將到站，明唔明啊？呢個就係聖經嘅盼望，期待根據所寫下嘅。偶然巴士嘅車胎會漏氣，偶然巴士會發生意外，或者因為天氣而出現咗問題。一個人會好愚蠢，如果巴士因為爆胎而嚟唔到，佢就話我唔再相信巴士嘅經營啦，全部係謊言。我唔再相信巴士嘅胡說啦。佢話會喺呢度停嘅，但係冇嚟到。咁係有時會發生嘅。但係以下係盼望，盼望話有時車胎會漏氣，
冇問題嘅。呢度仍然寫住巴斯下次會喺呢度停。農夫播種、照料、看顧種子，當收成嘅時候，佢就得着自己辛勤同埋知識所帶嚟嘅成果啦，係佢盼望嘅。點解呢個情況稱之為盼望而唔係信心呢？因為佢唔知道收成有幾多或者係幾少，但係佢知道係會有嘅，就喺嗰度係期望。佢知道如果喺春天播種，如果喺夏天照料，當收成嘅時候就會有收穫㗎喇。而家偶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次美好嘅收成，係嗰個農夫每分耕耘嘅收穫。前一日佢開住拖拉機同埋聯合收割機出去準備收割農作物，嗰晚暴風雨來臨，摧毀咗一切。呢個情況係有時會發生嘅，唔公平，出乎意料，唔尋常，令到人悲傷。但係當嗰個農夫醒返嘅時候，佢必須作出選擇。佢會唔會同自己講：我唔再相信耕種㗎喇？每當我收成嘅時候，暴風雨就會來臨。唔係啊，只係發生咗一次啫。所以佢有選擇，佢可以放棄農務，或者重新種植。明唔明啊？因為有時情況亦都會反過嚟，有時農夫會獲得雙倍嘅收穫㗎。所以呢個就係盼望，盼望，聖經中嘅盼望。今晚我哋所談論嘅盼望係異象嚟嘅，係基於記載嘅異象。基於神話語嘅異象，關於你人生嘅異象，關於你能夠成為乜嘢人嘅異象，關於你可以建立乜嘢嘅異象，關於你可以成就乜嘢嘅異象，關於你點樣去感受嘅異象，關於你有幾健康嘅異象，關於你可以帶領幾多人歸向福音嘅異象，關於你嘅教會可以有幾大嘅異象，關於你人生可以成就乜嘢嘅異象，同埋基於神話語可以成為點樣嘅人，呢個就係盼望，係異象。聖經喺約珥書中講：你們的老人要做異夢，你們的少年要見異象。我哋當中有老人或者少年準備好今晚發異夢或者見到異象嗎？如果係，請講阿門。太多老人講：我太老啦，唔能夠作異夢啊。太多少年講：我太年輕啦，冇異象啊，我乜嘢都冇做過，冇學位。我再冇機會啦！呢一切都被嬰兒潮世代吞噬咗。我經常聽到咁樣嘅說話，實在係胡說八道。亞伯拉罕年老嘅時候，佢得着神嘅異象，佢有幾大啊？75歲嘅時候，神話我會俾你成為多國之父。神帶佢到外邊話：睇下天上嘅一切星宿，你的後裔將要如此。好啦。亞伯拉罕講咗乜嘢？一定唔得，唔得！佢有冇咁講啊？佢話係主，我相信。老人見到異象，老人作異夢。而家佢可能心想：我要快啲，我75歲啦。但願神俾一切成就。但係老亞伯拉罕要等幾耐呢？先至能夠夢想實現呢？我話你知啊，朋友。係25年啦，100歲先至算係年老去生第一個孩子。我諗呢個唔係佢嘅第一次嚟，而係第二次。但係呢個係應許成就嘅第一次。係亞伯拉罕要等候25年，摩西80歲喺荊棘嘅火焰中被呼召，80歲。咁約瑟呢？年輕嘅約瑟，小約瑟幾天真，年輕人，男孩子。可能17歲，我哋唔知道，只係猜測。年青人被神賜予異象，佢將會成為偉大嘅領袖、偉大嘅統治者，佢將會帶嚟重大改變。但係佢天真，過住安逸嘅生活，出身富裕家庭，從未被出賣，從未被誣陷，從未被欺騙，從未被剝奪，從未被毆打，從未遭偷竊。好傻，好愚蠢，可能係嘅。佢話俾兄弟知關於佢嘅夢。有一日，你哋會向我下拜。
年青約瑟治理埃及時大概係40歲。咁約瑟17歲到40歲之間係點樣嘅呢？嗰個天真嘅少年必須成長為男人、男子漢。佢點樣成為男子漢啊？佢嘅成長係藉住考驗、挑戰同埋困難，被關入去監獄，係親人、家人同埋佢以為愛佢嘅人所做嘅，被誣陷，父親以為佢死咗，被誣告侵犯婦女，咁係幾咁可怕？被關入監獄，被忘記，即使發生咗咁多事，但係喺經歷中，我相信約瑟從未失去嗰個異象。呢個就係異象對你人生嘅影響。異象讓你挺過嚟，異象帶你渡過難關，夢想幫助你克服困難。當你落入困境嘅時候，你相信當你知道自己收到來自神嘅信息，你知道神會做佢講過要做嘅事。阿門。呢個係海雲講嘅，佢係啱嘅。所以約瑟係咁樣實現夢想嘅，佢成為不一樣嘅人。我哋一切夢想嘅代價係去成為配得上我哋人生嘅異象。呢個永遠係應許嘅代價嚟嘅。應許嘅代價總係你必須成為新造嘅人，你必須要被更新，你必須努力提升自己，你需要閱讀一啲書籍，你需要作嗰個禱告，你需要結交好友同埋遠離損友，你需要養成習慣，你需要培養呢種思想，你需要明白呢啲話語。我哋越加明白，就冇限制使你成為可以成為嘅人，冇限制於你可以成就嘅。我哋唔再將責任歸咎於稅收、房地產價格、利率、政黨同埋一切制度嘅問題。呢啲事情一直都喺度存在緊㗎，亦都將會一直存在。永遠唔再一樣嘅係你可以改變，你可以變得更加強大，你可以成為更多，你可以成為更加多。如果你邀請基督進入你嘅生命，如果你跟隨佢，如果你決志，我對呢個世界嘅認識係春天總係喺冬天之後來臨嘅。你知唔知道啊？冬天總係隨住秋天而嚟。你知唔知道啊？秋天總係隨住夏天而嚟。你大概已經估到我跟住會講乜嘢啦。夏天偶然隨住春天來臨，唔係啊，係一定嘅。呢個係永遠唔會改變嘅，永不改變。政府問題永遠存在，政治問題總係存在，價格問題永遠存在，總會有人事問題，總會有惡毒嘅親戚，永遠會有不公平嘅事，總會有事情係對你不利嘅。我哋稱之為牆，攔阻住進入，攔阻住你嘅夢想。但係等我講啲事你知啊。如果你聽到我今日喺度講乜嘢，請聽住啦。呢啲攔阻並唔係要將你拒之門外，而係為咗睇下你有幾渴望走入去啊！呢啲攔阻係為咗將一啲人擋喺外面，嗰啲唔夠渴望實現目標嘅人，唔願意付出代價嘅人，冇信心嘅人，冇盼望嘅人，唔願意自我提升嘅人。你點樣跨越攔阻同埋嗰埲牆呢？你變得更強大咯！你成為優秀嘅登山者，你成為攀牆好手。你可以攀爬任何牆，你能夠打破任何攔阻。如果你操練自己，我哋稱之為門徒訓練，要接受裝備。今日太多教會忘記咗，但使命唔係話走向世界傳福音，而係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。呢個就係福音。福音就係我哋可以成為門徒。係啊，呢份係一份免費禮物。係啊，我哋冇辦法靠自己嘅努力進入天堂嘅，但係神而家呼召我哋藉特別路徑通往真實人生。你想唔想要新生命啊？成為新造嘅人。如果你改變，你嘅人生就會改變。唔好再夢遊人生啦。當我哋仲係細路仔嘅時候，我哋經常都會夢遊嘅。我記得有一次夢遊好奇特嘅，因為有時你醒咗嘅時候心跳加速，你唔知道自己喺邊度或者發生咗咩事。大多數時候你唔會醒翻，只係隨機講一啲愚蠢嘅說話，然後翻返上床，乜嘢都記唔翻噶啦吓。我記得細個嗰陣有一次喺朋友屋企住宿嘅，顯然呢，
我係唔記得呢件事噶啦。我半夜起身，着住內衣褲，走咗入朋友父母所在嘅客廳。我唔識佢哋嘅，但係就非常認真咁望住佢哋。望咗一段時間，我只係望住佢哋，佢哋一定認為我係傻咗啦。我望住佢哋，佢哋望住我話：韋柏，一切安好嗎？我話：烏鴉嚟咗啊！然後我就翻返去瞓覺，就係咁樣。而家我對於呢件事冇晒記憶，係完全冇印象嘅。我哋當中有一啲人一生都喺度夢遊。當我哋仲係細路仔，仲喺學校嘅時候，我哋被逼成長，被逼學習。喺美國，我哋有級別，你從1年級升到2年級，從2年級升到3年級，從3年級升到4年級，你必須要學習。但係當我哋成年啦，個人發展就取決於自己啦。我哋必須要選擇咁樣做。如果我哋唔小心，好容易就會夢遊咁樣過活，冇意象，冇夢想，唔去發展自己。你唔係咁樣嘅，阿門。唔好敷衍了事，要努力裝備好自己。你生來就具有影響力，呢個係我所相信嘅。呢度每個人生來就具有影響力，呢個正係我哋全部都渴想嘅。而家喺我哋所過嘅屬靈生活當中，我哋被稱為信仰嘅精兵，我哋想帶嚟積極嘅影響，啱唔啱？我哋唔中意戰爭，作為處於現實世界戰爭中嘅基督徒，但我哋相信有一場屬靈爭戰，係為咗人類嘅靈，為咗我哋自己嘅靈，為咗我哋家庭嘅靈，為咗教會嘅靈，為咗國家嘅靈，為咗我哋社區嘅靈。我哋必須爭戰，必須要成為更強大嘅人，去為嗰啲價值觀而爭戰，為嗰個人生而爭戰，為喜樂而爭戰。喜樂、幸福、滿足、美食，全部係有代價嘅，從爭戰中得嚟。屬靈上嘅，你越掙扎就變得越好，你越施壓就變得越好，你越去做就變得越好，你越努力就變得越好，成就喺你身上嘅比你所努力嘅更加多。所以你點樣做得到，但係唔累垮呢？你點樣做得到，但係唔灰心呢？你點樣喺人生中做得到呢？你點樣可以做得到呢？就係你有盼望，你擁有異象，自己要成為點樣嘅人。如果你擁有應許，你就會付代價。如果你擁有應許，你就會付代價，俾你嘅人生一個異象，其他一切對你嚟講都係可能嘅。我哋需要開始去考慮，盡我哋所能咁樣做。盡我哋所能咁樣成為我哋被呼召要成為嘅人。荷蘭真係每個人都會踩單車？係，喺荷蘭每個人都識得踩單車嘅。但我問你一個問題啊，嚴肅嘅問題嚟㗎。細路仔大約幾大？我真係唔知道呢個答案。喺荷蘭細路仔幾多歲開始踩單車嘅呢？大概呢？大家都話4歲，啱唔啱？4歲。好啦，咁等我問你另一個問題啦。如果你個仔女要花更長嘅時間去學踩單車，你會啊？俾幾長時間佢哋喺你放棄同埋講你唔使再學啦？幾多個星期啊？幾多個月？幾多年？答案係需要幾耐就幾耐。住喺荷蘭，你唔可能唔踩單車嘅，係咪？啱唔啱啊？唔係嘅話，你點樣得到荷蘭焦糖煎餅同埋鬱金香呢？如果你有仔女 BB 喺度爬行，需要學行路，我哋俾 BB 幾長時間嚟到學行呢？吓？幾長啊？大概1年？幾耐之後我哋會話你唔使學行啦，唔緊要啊，你爬就得噶啦。幾耐啊？可以幾耐就幾耐。係啊，所以如果我哋想成為改變世界嘅人，如果我哋有異象，實現呢個異象嘅關鍵就係成為新造嘅人。我哋有幾願意，我哋願意付出幾大嘅代價，我哋願意付出幾大嘅代價，幾多呢？盼望喺你心裏邊話盡可能地多，盡可能地多。你願意忍受幾多次唔得呢？你願意面對幾多次拒絕呢？我中意思考，越長越好，越多越好。你願意讀幾多本書呢？你願意禱告幾多次呢？你願意背誦幾多經文呢？盼望你話盡可能地多，咁會改變你嘅人生。如果你有呢個盡可能地多嘅想法喺心裏邊，以下係我對你夢想嘅認識。
以下係我對你人生異象嘅了解，你將會睇兩次。第一次可能有啲模糊，但係你會睇到嘅。第二次你望住佢臨到，當佢實現嘅時候，喺你人生中顯現出嚟嘅時候，咁就帶領我哋喺講道尾聲分享西面嘅故事。西面偉大嘅故事，西面被神告知會見到主嘅彌賽亞嚟到。我中意想象佢聽到嘅時候仲係年青人，而西面而家尋找彌賽亞同埋等候住，一年又一年咁過去，佢有呢個異象會見到彌賽亞，但係仲未嚟到。而家佢已經係老人啦。有一日主話呢個老人可能佢已經100歲啦，彌賽亞就喺呢度，所以佢跑到去聖殿去睇彌賽亞喺邊啊。佢喺度尋找一名男士，30、40、50歲，呢位先知喺邊度呢？呢個人喺邊度啊？佢係點樣嘅呢？佢有冇留鬚嘅呢？白頭髮、棕色頭髮，然後佢見到個嬰孩，明唔明啊？呢個就係盼望。我知道自己會見到彌賽亞，但係你全然唔知道會係點嘅樣嘅。然後佢望住佢就話：當然啦，我而家可以死啦，主，我見到你嘅應許喺我嘅生命中實現咗。佢祝福呢個嬰孩，然之後話：我而家可以死啦。我見到呢個異象2次啦。如果你相信，你就能夠實現；如果你能夠建立夢想，你就能夠做到。我住嘅地方名為橙園，我希望自己住喺紐波特海灘，非常昂貴。紐波特曾經被稱為骨島沼澤，有人嚟到呢度進行開發，清除所有淤泥，將佢變成美麗嘅海濱社區。而家嗰個地區嘅一啲房地產，4000萬美元一間屋。哇！當嗰度仲係骨島沼澤嘅時候，房地產連送都冇人要啊！冇人會搬到去嗰度，即使係免費。所以發生咩事啊？答案係被開發咗，土地被開發。神可以將任何沼澤變成紐波特海灘，佢可以將任何沼澤變成應許之地。如果你願意付出努力，如果你願意清除煙塵，如果你願意清除沙粒，神會幫助你。神會將你嘅沼澤變成應許之地。如果你付代價，呢度有人會付代價，有人會咁樣做，有人會盡其所能，唔理要幾耐去實現夢想，讓應許幫助你渡過難關。我哋全部都受苦，好多人嘅仔女患病，好多人自己有患病，我哋好多人曾經被背叛、離婚、訴訟，各種未完成嘅交響樂同埋挫折。但夢想會幫助你渡過難關，異象將幫助你渡過危機，讓未來引領你走過呢一切。最重要嘅係提防指責名單，唔好成為嘲笑者，亦都唔好同嘲笑者為伍。唔好憤世嫉俗，亦都唔好同憤世嫉俗者為伍。唔好成為咁樣嘅人。如果你咁樣做，你嘅人生就結束啦。聖經咁樣講，詩篇第1篇，這人便為有福，不從惡人的計謀。啱唔啱？佢哋甚至冇犯罪，只係喺度嘲笑、嘲弄、愚弄。提防，遠離嗰啲人。提防羅吉米所講嘅指責名單。點解我唔當我原因如下？因為咁樣，因為政治，因為利率，因為我嘅伴侶，因為我嘅配偶，因為我嘅家人，因為我嗰啲毒舌親戚等等。你嘅指責清單越長，你嘅未來就越渺茫。抌咗佢哋啦，為你嘅人生建立異象，將呢句說話銘記於心。太陽永遠照耀，所以我相信今晚你能夠做啲乜嘢嘅？鼓勵你寫低你嘅目標。希望你去思考一下，人生可以係點樣？你需要乜嘢？將佢寫低落嚟，唔好陷入宗教術語中嘅需要，唔係需要啊！做你想做嘅事。如果你係好人，咁就做你想做嘅事。今日好多人咁樣講，點解你需要咁樣？點解你需要幫助咁多人呢？點解你需要起咁大嘅建築物呢？點解你需要做咁大嘅生意呢？點解你需要去嗰度旅行呢？點解你需要觸動生命呢？點解你需要咁做呢？點解你需要咁做呢？你係唔需要㗎，而係想要。呢個就係神創造你嘅方式。我哋與神共同創造，我哋創造，因為我哋想要。阿門。唔好等人講你點解需要咁樣，抌咗佢啦。神會賜你人生異象，將會係非常美好，將會更新你。呢個係我希望你做嘅第2件事。背誦聖經經文，
聖經其實冇話要研習，而係默想，晝夜思想他的律法，這人便為有福。乜嘢係背誦啊？就係客家，意思就係反覆誦讀或者講出嚟。猶太歷史非常豐富嘅部分係背誦聖經嘅大部分內容，咁會改變你。當你背誦嘅時候，就會進入你嘅身體，所以要背誦聖經。最後唔好再有零蛋效應啦。當我仲係細路仔嘅時候，收成績表，如果有0分，你嘅整體成績就會下降，唔係咩？我嘅意思係你乜嘢都冇交上去，唔好再有零蛋效應，讓一切都產生果效，從一切中獲取。我哋全部都輕易成為撐過去就好嘅人。我哋撐過咗課程，我哋撐過咗飛行旅程，我哋撐過咗會議，但係唔好咁樣，要從會議中獲取，從經驗中獲取，從教會崇拜中獲取，從講道中獲取，從一星期中獲取，從惡劣天氣中獲取，從朋友中獲取，從膳食中獲取，讓每一餐都產生果效，讓每一次對話都有意義，讓每一日都發揮作用。時間就係財富，時間唔係金錢，係時間，時間先至係最重要。讓一切產生果效，盡你所能從一切中獲取，然後睇下你嘅人生會變得幾豐盛。哇！我為你興奮，我知道神會喺你生命中做偉大嘅事。最終最後一件事，如果你仲未同神和好，今日我鼓勵你邀請耶穌基督進入內心。耶穌基督喺十架上為你我捨命，好讓我哋一切嘅罪得以被塗抹，我哋可以重新開始，我哋能夠被醫治，使我哋得以更新，可以被恢復。今日我想鼓勵你與神和好，好讓你接受聖靈內住喺你嘅心裏面，讓你可以上天堂。而家我鼓勵你邀請佢進入你內心，就喺你所在之處。呢個就係我所作嘅。我認為禱告係好嘅，但係你可以唔使咁做嘅。你可以就地咁講，我已經決定跟隨耶穌，係冇回頭路嘅。你可以咁樣做。阿門。奉耶穌聖名，為聽到我聲音嘅每一個人禱告。聖靈，我哋祈求你打破任何枷鎖，你可以醫治任何器官、任何疾病，你可以醫治我哋身體嘅任何部位，你可以醫治我哋嘅思想，醫治我哋嘅靈魂，你可以赦免我哋嘅罪過。我哋相信，所以主，對於所有聽到我聲音嘅人，我禱告一切枷鎖會被打破，所有重擔會被挪開。我禱告佢哋嘅靈能夠被興起，我禱告信心能夠被建立，嶄新嘅異象能夠被抓緊。我禱告老人同老婦要做異夢，我禱告少男同少女要見異象。我為改變世界嘅人禱告，我祈求神使我哋唔好停低落嚟，我哋唔好夢遊過人生。願我哋得着應許，得着應許喺心裏面。主，感謝你，我哋愛你，我哋愛你神，我哋幾咁愛你，感謝你，奉耶穌聖名祈求，所有神嘅子民講阿門。非常感謝神，祝福你，我愛你哋。我愛你哋弟兄姊妹，而家願主賜福俾你，保護你；願主使佢嘅臉光照你，賜恩俾你；願主向你仰臉，賜你平安。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之名，阿門。我愛你哋，神祝福你。